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0，旧历的3月28，礼拜一。这两天真大条的新闻，嘛是大家真关心的消息。海军的攀照舰队有24个官兵患着新冠病毒。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，这24个官兵落船了后，有停留超过15分钟以上的地点，总共有30外个所在。24个确诊的病例分布伫全台湾10个县市，包括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甲宜兰。咱就为高雄开始来看起，高雄上多有9个海军来确诊。为这个北高雄到南高雄，这个确诊的官兵总共去过21个所在。另外，屏东有4例，台南1例，嘉义嘛1例。这个县市拢赶紧来做清洁。有的甚至是封管消毒，希望会当补破网，防止疫情来扩大。美式卖场铁门拉下，整天都不能营业，因为敦睦舰队肺炎确诊官兵下船的时候，曾经到这边来消费过。还有这间量贩店贴出这张告示，原本是24小时营业，现在只能停业1天。海军官兵落船咧拍走，为18陆续公布24个确诊病例了后，因经过全台湾10个县市，屏东有4个个案，分别去过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、中治乡现天上帝庙附近的球场、屏东大学、屏东宽强影城、甲潮州健身工场。台南市有去新光三八新天地、南港望时代甲享温馨 KTV， 嘉义市有去千叶火锅随用店食饭，这个地点铁门拢拖落来无营业。伫高雄所在搁较济，因为这官兵去的所在真济。19公布的头一波7个地点，分别是汉神鸡蛋、瑞丰夜市啊、二代商城、家乐福、丁山店、好事多、大顺店、四维羽球场、小港邮局，被点名场所拢总停止营业。另外，今日透早，高雄市卫生局搁公布第2波去过地点，像天天汕头火锅、七龟牛排、新光三八足营店，以及伫高山区的老四川巴蜀火锅店。2、3年后，你有新的证据出来，新的讯息出来，到时候再随时看看新的证据、新的事实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范围搁扩大，海军确诊官兵为南部高雄、上北4个拍走，列出来地点，敢若包括人较侪消费营业场所尔，搁无将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算在内，影响全面，影响是真大。